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号下晡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纽西兰海峡7号发生过了解规模7以上的大地震，上界严重有到8级。迄当时政府也随发布大海涨的警报。劳保局经过评估，劳保伫咧2026年可能会破产，也等咧收集专家、学者、劳工团体意见，看是要安怎改革。 有风声讲台湾往来出问题，中国海关检验往来时刻会搁较严格，农民也烦恼讲继续会放寒，不过县政府却是出面来规划。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在国内今仔日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来讲到头一批 AZ 疫苗已经到台湾咯。行政院长苏贞昌伫今仔日搁再强调讲，民众若对疫苗有疑虑，伊甘愿自大声。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讲，目前正在筹备国产疫苗二厂，按算台湾制造疫苗伫7月会当大量生产。也讲到民众若准有疑虑，伊也会当自大声。国防部伫今仔表示讲，国军当时会当做一切遵照着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 疫苗不足，我不抢，没人敢打，我先打。我们都看到现在，国人同胞都有勇要打疫苗的状况。第一批 AZ 新冠肺炎疫苗已经到台湾，行政长苏贞昌7号到立法院备询进前接受访问，佮表示，个人若是有疑虑，伊愿意出投资。不过也呼吁各界爱照指挥中心的顺序来做。 另外，第二批疫苗来台湾的时间点，卫福部长陈时中无表示，不过正式正在计划建立国产疫苗市场，有过7月营量产。我们期待就是我们国产疫苗能够把产能做出来，那当然也要先看看前面的这些临床试验，是不是会成功。 量产应该是到7月吧。各界也关心属于封闭式组织的国军，什么时阵应做疫苗？但其中指出，国军顺序无排遐尼早，国防部也回应一切安排由中央规划顺序。国防部会鼓励官兵来做疫苗。在 CDC 已经排定了接种的优先顺序嘛，那我们未来就是所有的就是接种规划的话，我们对官兵是鼓励跟宣导，希望能够他们都能施打。 张铁平表示，只要有疫苗，就会鼓励大家来做，确保国军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台湾买的 AZ 疫苗已经有来到台湾一部分啊，不过这个数量只有11万多吨尔。就专家烦恼讲数量伤过少，若准做疫苗速度又过慢，对台湾防疫是真不利的。另外，我拍算讲国外要推行这个疫苗护照做法，不过咱台湾的专家依然是建议讲，爱看体检了后的数据甲结果，才会比较较妥当。 台湾向固定 AD 疫苗厂买1000万剂新冠疫苗，第7到台湾，不过只有11.7万剂，会优先予第一线医护人员来做。国内专家就真烦恼，疫苗来了伤少，做的速度搁慢，卡出16礼拜内底无法度购进第2批疫苗，对台湾防疫也是一个大难题。目前的政府的规定大概是8周到16周之间了，因为政府目前已经把最短时间把它放到8周了嘛，哈。 所以我们在2个月到4个月之内呢，我们一定要能够至少要进11万剂，让这些人可以打完第2剂啊。世界各国开始做疫苗，部分欧美国家也拍算推行新冠疫苗护照，降低居家检疫的天数。不过，王立平认为，做疫苗了后，应降低被感染的几率，不过无代表100%未去互感染到。所以建议以 PCR 检测阴性加中和抗体浓度作为检疫放零的依据。你要验得出这个人。 这个旅行者，他的体内已经有中和抗体，就是有效的抗体，而且到一定的量以上呢，那基本上我们就会认为它是属于比较安全的。第一个，它本身不太会感染。另外，中和抗体浓度爱达到偌济才有保护的效果呢？王立平强调，目前无定论。不过相信这2-3个月了后会有国际共识，也将疫苗护照条件定出来，包含做的厂牌、做几支、中和抗体浓度等等。 疫苗护照会成做下半年各国经济转好的重要工具。记者综合报道。劳保局经过评估，劳保伫咧2026年可能会破产。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益昨也证实讲，劳保面对着破产的时间是真紧急的。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出来甲民众发声，强调政府袂倒，劳保也绝对袂倒。我讲过，政府若无倒，劳保绝对袂倒。 而我们也看到政府努力经营，有各方面的获益。我们也知道劳保确实在整体上必须要
整个来面对，所以收集各方的意见，目前并没有做这方面讨论。林茂也表示，破产的时间是真紧急的，当咧收集专家学者劳工团体意见，看是要安怎解决。有真侪学者专家表示讲，劳保爱解决是爱赶紧做代志。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也讲，劳保年金改革目前当咧步回改善，也未做出上界明确的决定出来。纽西兰海域初五发生佫改规模7以上的大地震，上界严重的时阵有到8级。迄当时，因的政府也随发布大海潮警报，真侪人是赶紧撞出去，车路也出现塞车的情形。纽西兰海啸警报降级，进前收到特例通知，爱紧走去山区的居民，即卖已经会当返去厝里。不过当局也是建议，所有海景仔附近的地区威胁也是存在，大家应该避免去遐。When it is long or strong, get gone. 纽西兰北岛外海发生连续强烈地震，民众听到警报声，拢赶紧撞出去外口，车路嘛大塞车。We've been living here in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seen all ferries, all boats leave the inner Bay of Islands. Car parks full.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their houses. 因为地震发生的地点较压贴，无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设施歹去。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资料显示，这届地震有上大的一届是伫纽西兰海岸差不多1000公里的克马德群岛外海，规模是8.1，深度是19.4公里。A magnitude 8 is very uncommon. It's also shallow. A magnitude 8 produces a rupture plane inside the Earth, extending a couple of 100 kilometres laterally and up to almost 100 kilometres. Produce a tsunami in New Zealand of some scale a couple of hours later. Even a small one detectable on the Queensland coast at 3 or 4 hours. We expect these earthquakes to occur. 在这进前，几啊届地震内底有2届规模超过7，是克马德群岛外海规模7.4，甲北岛外海规模7.3。迄当阵南太平洋新克里多尼亚群岛，还佫有万纳度拢发出警告。海基亚恐惊会有3公尺悬的海涌。南美部分地区，包括秘鲁、厄瓜多、智利，拢发出警告，讲会看到1公尺悬的涌。总部伫夏威夷的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已经看到海啸的涌啊。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中国人大会议伫今仔早起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工作报告，对台湾搁再强调一中原则甲9二共识，强调会和平统一，防止台独。那针对香港、澳门会坚守一国两制，那讲到香港进前有47位民主派人士因为涉嫌国安法去互抓起来，虽然法院有宣布15人停予保释，不过律政司不服提出复核，说是让这15人继续受压。中国全国人大会议3月初5顶报伫人民大会堂开幕，对台湾的工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明确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伫前一天的全国政协会议，主席王勇对台湾工作报告用词平和，也李克强强硬表态坚决压制台湾独立的活动，佮表明会好好保障台湾同胞的福利，享受甲中国人同款的待遇，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合作。政协甲人大对台湾的政策，陆委会继续关注。我们对大陆方面的领导人呢所提的各项的话，那因为这是一连串的会议，所以我想也有一些相关的人士，那我们会持续的来关注。中国要坚决防范的，佮有压制外国势力插手港澳事务。人大议案确定列入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李克强也表明，会对港澳地区彻底实施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不过，香港47位捌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经过连续4天审讯，本地有15位被告得到保释，律政司不服提出搁再审核，继续受压，互伫法院外口等待亲人真歹接受，情绪激动。
也比个火车再登去收押所的过程，香港市民沿途小天为因赞声。中国民运人士王丹伫面册谴责香港，对47人也未审就审判有罪，是彻底摧毁香港的民主。相关声明已经定好势，会转交美国国会、白宫国安会、各国务院负责的人士。记者综合报道。关岛的观光局初时决定讲，要甲台湾对本地和中国香港抗做伙的大中华市场发展委员会当中独立出来，正做一个台湾市场发展委员会，发展台湾的观光市场。台湾驻关岛办事处表示讲，这代表关岛政府对台湾的重视，对两边的发展也真有帮助。关岛观光局伫咧初时决定要成立台湾市场发展委员会。积极拓展台湾的观光客源。过去关岛观光局由大中华市场发展委员会主管中国、香港加台湾的业务，即马脱离中港，单独成立台湾的发展委员会，并且由关岛观光局董事主席沈永庆次加前董事主席艾达担任主席加副主席，可见对台湾市场的重视。那过去只有日本跟韩国是单独的，因为日本、韩国每年大家都有75到80万的观光客，那这代表了就是说对市场的一个重视，然后会更增加彼此的友好，那也会在观光领域上面可能还有期待未来更多的合作的方式。2019年，台湾一年到关岛差不多是3万人次，虽然人数甲日本、韩国几60万人次比无多。不过，关岛的观光局讲，台湾人伫当地消费力是排亚洲第一。再加上关岛办事处伫2020年复设，台湾驻关岛办事处也讲，这显示关岛政府对台湾的重视，也让帮助双边关系发展。关岛观光局长2月接受访问时阵讲，希望让赶紧重启或者是开辟台北直飞关岛的航线。Hopefully, Starlots will begin next year. They put us on the request for that authority. So with that, they really like the idea that we do embrace Taiwan. 关岛的总督进前也讲，希望会当来台湾访问记者旅游泡泡，双方也讲伫咧密切的沟通。另外，外交部长吴钊燮应邀参加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名的共同主席视讯会议，也讲到台湾的往来和中国暂停进口的情形。也伫咧笃定摆往来加台湾乌线，说明台湾的国际处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国会警察第3警告讲，可能会有民兵组织攻击国会山庄，提出将其院取消测试会议。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表示讲，国会警察已经要求延长国民兵驻守伫国会大楼2个月。将其院的议长佩洛西表示讲，只要有需要，应该就把这个国民兵留伫国会才是。这阵消息说是无影响到参议院，这是由院通过一证纾困案。伫参议院50比50平手票数之下，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投关键赞成票，通过1.9兆美金的疫情纾困案。在美国国土安全部甲联邦调查局事件收到警报显示，有民兵组织计划测试冲击国会山庄，不过参议院议员照常开会。众议院是宣布取消测试会议，议长佩洛西阁表示支持延长国民兵的驻守时间。The issue about the National Guard is one that will be made by the Capitol Police and the Police Board and the rest, but I'm not in a position to respond to that. But we should have them here as long as they are needed. 国会伫1月初6被前总统川普支持者攻击了后，国民兵就被派驻守卫国会。国会周围甲即马议员是为着政权的围拿。目前有将近5000个国民兵驻守伫国会大楼周边。任务原本伫12要结束，不过因为受到威胁的情绪，国防部官员表示，已经收到国会警察延长国民兵驻守2个月请求。国会大楼礼拜四维安也明显加强。On the specifics of today's threats, the FBI and DHS have warned that the threat from domestic violent extremism, particularly racially motivated and anti-government extremists, did not begin or end on January 6th. And we have been vigilant day in and day out.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homeland security team has been since then. 事实上，3月初4是原本的美国总统就职日，一直到1937年才改做1月20日。所以有右翼阴谋论者就表示，川普要伫测试宣誓就职，可能真做安全威胁。
路透社报道指出，国防部已经收到国会警察请求，有真大可能会批准延长自首2个月。公视新闻郑伟仁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伫测试，搁再警示讲，欧洲的确诊病例连续6礼拜了后，又搁再压起来咯。法国有6成新病例，拢是染到英国的新变种病毒。拜6这个风险范围会掠搁较宽。另外，伫咧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因的确诊病例也升悬咯，医疗体系恐惊是强要崩盘。法国的北部城市加来继续伫咧做有风声，真侪人已经听到封锁范围搁再扩大的消息。Oui, effectivement, on est en zone rouge sur le secteur, et j'ai appris là à 11 h qu'on allait devoir ouvrir ce week-end, samedi et dimanche compris, puisqu'il y aurait des doses de Pfizer qui arrivent. 法国6成新增加的确诊是源自英国的新变种病毒，为了要避免第3遍全国封锁，总理宣布拜6封锁范围搁扩大，全国即马有23个地区封锁。拜6封城是局部封锁的措施，每一个礼拜日早起8点到晚暗6点禁止出门。L'incidence y est en effet en progression très rapide. 23% au cours des 7 derniers jours. 世卫组织讲，欧洲新冠病毒确诊数连续6礼拜下降了，顶礼拜搁增加。We are seeing a resurge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New cases are also on the rise in several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here rates were already high. We need to get back to the basics. 巴尔干半岛国家新增加的确诊也升悬，波士尼亚加赫塞哥维那首都塞拉耶夫体检中心是败家落长，官员警告讲，医疗体系已经强被饱和。边爱国家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体检中心也表满，排队等体检就要等几落点钟。因国内最近特港新增加的确诊数比较4000例，几礼拜前是2000例。700万人口的塞尔维亚王社注射率正悬，已经做过第1档的有150万人。因过民众的防疫无确实，无保持社交距离，无管水安，餐厅、酒吧业者无顾防疫，生理照做。公司新闻吴文宁编辑。台东外销中国上界济就是往来失客，正有农民听到风声讲，中国认为台湾往来出问题，中国海关检验往来失客会更加严格。农民也烦恼讲，无法度入去继续对崩盘。不过农会甲县政府拢有出面来配合，因也强调讲，过年了后中国的数据量本地就会变较少，这是市场机制，外销管道并无问题。往来失客采收期为过年前到4月，不过即马有农民的抢收，因为传出中国暂停台湾往来进口，而且对台湾的水果检验危害生物有加严的现象，货柜卡伫海关检验袂当入去，若无赶紧趁还个用装货柜，若无介绍会排斥。目前已经传出，盘商想要介绍为每袋斤60块，那加40块左右。听到消息是说，他们那边现在检验介壳虫又更加严格。今年40哦，也有30几的啊，30几哦，也有30几块的。不过，也是有部分农民也成未到70块的高价外销，往来失客的介绍出现混乱局面。不过，盘商甲贸易商拢唔敢证实到底往来失客外销拄到什么问题。不过，农会甲台东县政府了解是中国市场伫过年了后对往来失客需求量降低，即卖介绍甲往年比也算平稳，外销真顺利。是元宵节过后，我们到中国大陆的外销量本来就有一点点降低了哈，就是这是市场需求的问题。产地这里哈也有买到这个50、40这样的一个水准啊，以这样的一个水准来讲哈，就是已经是非常平稳的。台东往来失客每年外销中国超过10亿，有农民就烦恼外销市场太过单一化，介绍较会被卖方控制。不过，县府强调目前外销中国真稳定，也呼吁农民做好农药管理甲病虫害防治。不管未来外销到倒一个国家，拢免烦恼检验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俗语讲了好，一客无鱼是百客钓。中国禁止台湾往来，全国农会金库也和台湾的商会联合总会来合作，因做伙协助咱的台湾往来外销。澳洲的台商为着要消停，伊无小档主用飞机机，甲往来送到澳洲的布里斯本甲墨尔本去。
为着要协助伫海外侨胞或者是企业买台湾往来，全国农业金库伫网站顶头特别成立往来出口专区，方便落单。澳洲大商嘛已经确定要买2吨来外销，要卖到布里斯本甲墨尔本，而且无少成本要用空运的方式送过去。伫澳洲1公斤大约卖15块澳票，相当台票300块左右。气罐呀，如果海运第一次用海运的话，那个风险非常高。用空运的话，很快就到嘛，还有检验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话会保持这个可能不会失败了。下早农业金库甲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要协助甲台湾的往来推向国际市场，嘛表示加拿大甲日本的外销量应该拢会大成长。贸台商拍算要伫台湾投资做冷链的设备，大家拢认同不应该伤过依赖中国的市场，因为卖了济，农民无一定有赚到钱。量大不见得卖到高价的，台湾很多农产品卖到国外哈。量大，但是你光看量不准呐，要看农民的收入，那这才准呐哈。这个合作卖往来甲相关的加工品，拢必须有产销履历或者是有机农产品等标章，嘛打算要以特级品来主攻国外高素质、高价位的市场，会卖较贵的产品，但强调安全甲高品质。记者林吴家宝台北报道。伫咧顶个月23，台东的台铁海端车头发生工程安全意外，今仔日因甲死者举办告别式，不过家属却伫咧现场求布条表达抗议，向台铁表达不满。台铁的代理局长是答应讲会查明真相，也会改善基层员工的工作环境。那一天是我多么煎熬、多么难熬的一天。公家强要靠出暂唔甘，无想到讲代替一场工案意外，造成翁仔埔天人应价，一家伙仔团圆的天伦万岁。就因为一个公安意外，我没有了丈夫，我的孩子没有了爸爸，我的婆婆没有了儿子。意外正突然，一家伙仔失去依靠，因公选一个姓潘的督办班长，最后办告别式。而男者家属伫咧现场采白布条抗议，向台铁局表达不满。我们要的是事实的真相，绝不容许无中生有，绝不容许杜撰于谎言。要求查清楚代志的真相，提悬督办的工作安全。代替代理局长早起到场第一时阵，而男者家属跪伫涂骹送电情书，话讲要真相，歪欺骗。若是清清彩彩结案，无排除串联案件的受害者，抗争到底。代理局长答应讲会做完整的调查，将有付诉。我们铁路局还是会全力来协助。那上次来他们所提的几个疑点、几个诉求，那我们也会在铁路局的调查报告里面会去陈述，最后的结果出来，那也会还给家属一个真相。代志发生伫咧顶个月23，代替工务单3位督办的工人伫咧做地基啊路场外工程，和电力维修车弄掉，造成2死1伤的悲剧。那么姓潘的督办班长不幸过身，伊的灵车是经过伊逐工上班爱经过路，由督办的同事护送行最后一段路。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偏湖海峡附近，曾出现一只爬过界，而且无准名的油料补给船。偏湖海巡队随向船只广播，要求因爱停船接受检查，却是去互拒绝。落尾海巡人员依法甲因扣押，登记马警调查。这只油料船顶头无任何物品，防疫单位也针对7名船员进行检测，目的就是要防止疫情拖入去台湾。现在大陆渔船蛇行拒绝。中国一只无准名的油料补给船，伫偏湖花市西平13.9海里的所在，蛇行闪避咱海巡人员停检。经过放送要求停船受检被拒绝，海巡伫咧后壁立强挖停船。于外西19.3海里发现一艘无船名大陆渔船，本艇实施广播，经过警告3次，该船停船拒绝停船授权，本艇及着装准备，以优势警力强靠登检大陆渔船，控制场面后，随即将该员控制住。船顶头包括船长加船员7个人。海巡伫咧船顶也发现8吨的油料，好加载无无拄定相关物品。
人行拢无发烧，已经甲船消毒，船员也做相关的检疫措施。专人经过搜证了显示，船外界事情明确，依照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扣留查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市有一位姓张的国小老师，伊教册这27年来，总共甲31个查某学生操打过。这个案件当中，去互发上届档的相关人员是一位姓柯的主任，去互记过小过罚15万，佮去互告。不过柯主任却是出来话讲，迄当时校长甲督学毋是退休，就是暗砍事实。见到是害着伊来变做是替死鬼。台南市教育局表示讲，尊重当事人申诉的权利。台南有一位姓张的老师，伫台南的国校教册的时阵，27档以来涉嫌对31位女学生骹来手来佮操打，实在互人唔敢相信。台南市教育局处分17位人员，其中一个搁咧教册姓柯的主任，互记过的小过，罚15万，佮互过渎职，伊也出面话枉屈，这个处分是无公平。当时我们也认为说已经有通报督学，那教局应该也知道啦。要怎么说？现在后面。新市那边发生的一个情形，会是我们前面造成的。后端怎么处理，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我们依照通报流程，就校长督学这样。那委屈也是要去申诉看看啊。当事人强调，20档前伊做主任无一档调查办姓张的老师，有报告校长和督学，伊认为有做到通报的责任，但是教育局用2004年颁布的《性别平等教育法》来追究2000年的事件。伊因为听长官的指示，无做书面报告，煞爱承担所有过失，变做罚上重的迄个。台南市教育局是表示尊重当事人申诉的权利，但是这处分拢是有理由的。依未依规定做相关司法性的处理，那也未依规定做相关的一个通报，这是他的一个主要惩处事由。相关的事由讨论过程是由市府透过调查小组严谨的调查。那也跟当事人逐一的访谈后所做出来的一个结论。其中姓柯的主任和记过的小过提出异议了后，台南市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调查后认为，其中3个小过并不是算伫柯主任的责任，已经撤回。另外，教育局罚伊15万，各个伊渎职的部分，伊进前已经去到地检署说明，敢若会当等司法刑予清白。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市鼓山区中山国小的倒球队，这10年来常常摕到全国冠军。最近学校拍算要重新介入来重新组织，所以引起家长的反弹，甚至有家长去到市政府申请。学校表示讲，进前倒球队拢是用社团的方式伫咧运作，若准是行入去制度内面，敢会较好咧。目前双方是无共识，也希望讲教育局出面来协调。比赛场球员专心来化解着对方的攻势，这是高雄鼓山区中山国小的乒乓球队参加比赛的画面。成军10档以来，摕到真侪届的冠军。不过当初球队是由社团组成的后援会所成立，最近说甲学校有争议，后援会指控学校强势来订租着乒乓球队，学生若要入队，就无法度代表学校来比赛。和球队原本有60名的球员，今麦减了一半。开学没几天，马上就接到这个通知单，就要做抉择，就不能打球了。那后面的比赛，他们也觉得很失望，就是准备这么久了结果不能比。而原本带队的教练薪水也着调整，为原本42000几块，变成只存15000外。就是从总教练拉下来助教，那助教1小时他会算300元，1个月的薪资大概是1万多块。小朋友的权益跟家长的权益，因为我们一直后援会都跟学校做。一开始都是做配合，接下来我们都一直发现说，学校出来告知我们的结果，跟我们当初协调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教练讲，家己的薪水是小可代志，但离队的学生当中，真侪优秀的选手，未来袂当代表学校，一定会影响到受教权。但是学校回应，后援会当初成立是无经过着法定的程序，嘛有乒乓球队的学生和另外一名教练体罚的状况，学校会来订租着乒乓球队，只是希望有权利会当来管理。发生到不当管教事件，所以我们学校往这个合宜的方向。希望有一个好的一个制度面，然后把球队管理好。聘任运动教练应该都要事前循学校的校内的程序报请学校同意，那由学校跟
要聘任的这位教练去订定契约或者是约定书。教育局回应，学校的运动教练管理部分也是着爱到制度化来管理，但是学校甲校员会对立，市府除了秉公处理，嘛会来协调。若是讲到有学生有可能犯体罚的部分，嘛会伫调查了后由社会局来处理。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明昭款个人报道。台湾观光学院的董事会决定讲要甲学校收起来，学生自救会是真希望讲，或者学生读到毕业，就立委召开记者会批评讲，因为都市和其他所在差别，无法度保证学生会当找到程度相接的学校转过去读。教育部也强调讲，会开专班，予一寡学生会用特定的基金来负担种种的费用。学校停办的说明会，一名学生伫校门口举标语，加工透早搁就北参加高教工会记者会。台湾观光学院学生自救会调集人范东奥，初五搁伫民众党立委高虹安的记者会，用录音来表达要伫原本的学校毕业的诉求。我还是希望能原校毕业，大家学生会比较害怕，可能你转学之后，就是很多事情会不了了之。学生自救会认为讲，伫咧原本的学校毕业，会当互学习得到上大的保障。教育部是回应讲，去另外2间私立学校上课，也是开专班，交通甲住宿费拢会由特定基金来支应，嘛会并协教学。学生甲外界会当思考看卖，保障受教权无一定就爱伫原本的学校毕业。如果真的因为没有钱，他现在1个月大概就是要350到400万的一个经常性的一个支出，那他的这个存款已经不足以支应这样子的一个经费了，所以他要继续办学的话，我们很担心说你的基本的教学环境能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郭金伟表示，学校若是真正停办，上较重要的是如期毕业，而且要有好的学习环境。伫原本的学校读册无一定会较好。有风声讲，校方上紧伫3月底就会送出停办的计划。教育部表示，若是真正安尼做，该经过私校咨询会甲停办审议会2个会议通过，上紧就要伫5月底也是6月初才会有答案。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警察局甲台中捷运公司今仔早起联合举办捷运站的反恐怖攻击演练。不过台中捷运当时会当通车哩，市长罗秀燕颠倒说是无来讲明，伊说讲捷运若准通车，一定互民众无安全的记录。一声真大声的爆炸，互捷运站内底所有的人惊甲四过走。几啊名恐怖分子摕穿腰搁有炸弹挟持人质，而且控制捷运站，警方派出维安特勤队进行攻坚。台中捷运流线预计近期将会通车试营运。台中市警局也叫台中捷运公司5号透早伫咧市府捷运站进行反恐的演练。演练过程真真实，枪声、爆炸声，也叫民众叫的声不断。连警犬队的防卫犬嘛来参加演练，快速压制歹徒。因为警力的一个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在每一车或是每一站来派遣警力，但是我们有经过评估，至少在上下班的尖峰期，我们在列车上都会派遣2名警力来做随车戒护的工作。目前台中捷运警队配置45名的警力，未来将会甲各辖区的派出所共同维护捷运站内外维安工作。除了列线特别通车，捷运南线综合规划嘛一定伫咧4号送交通部来审议。但是经费比中央核定的可行性研究增加了327亿。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是因为部分的规划有变更。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中港路，大概在东海大学那一段呢，考虑到几个大学以及生活圈的一个必要性，所以把它由路面行驶改成地下化。第二部分增加的原因是应民众的要求，以及我们都市城市的发展，所以会增加2个站。罗秀燕强调，为了更加完整的捷运网，费用的增加是必要的。伊相信中央会使理解。不过除了南线经费增加，拄完完成可行性研究的捷运局线经费嘛高达1185亿。未来拢将会考验台中市府的财政负担。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伫咧花莲受风向的李溪潭，最近水面顶头是铺一沿红色的物件。经过专家调查发现讲这是一种水草啊，或者是葡萄球藻。来讲花莲李溪潭的北边步道，会当看到原本青山绿水的湖边变做规片红光光。
详细看画画面水面上铺一件红色的物件，后面将怀疑李潭是不是被污染？还蛮可怕的。船上面都会有那些一点一点的那个红字，有一点异味啊，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可能对于有一些异味会比较敏感一点。那游客的话，基本上的反应是视觉上的嘛，所以说他们会觉得说，那个是不是哪里有漏油出来，或者是哪里在施工的铁锈？华东中国国家风景管理处委托东华大学调查，发现是一种葡萄球藻滋生，随着温差大带动湖底水流，湖底营养盐降起来，藻类变多，湖水就变红。这个藻类它是无毒的，如果会有碍观瞻的话，就是用吸油棉或吸油条，试着尝试看看。不过就环境面的部分，随着气候，随着时间的变化，或者是它本身的搅动，它也会自然的沉淀。有管理业者讲，上主要也是去污水处理厂，若无明星用水直接排入去湖底，水质永远拢有油氧化的问题。前几年是有做那个污水处理啦，那污水处理的这个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业者啦，我们地方商圈一直在反映说，这个中管处是不是可以设置这个污水处理厂？姚民众认为，官府的水务活动大功率的莫大伫咧芳，湖底一寡落雨霉甲营养盐降起来了，藻类才会愈生愈多。总管处讲，所有人为甲自然的原因，拢会做伙研究。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全台湾拢当咧欠水，亲像伫咧新竹县的江南乡，因为水还无够，有3000多个徛家因无民生用水通好使用。自来水公司按算对宝山水库开一条新的管线，上紧伫4月底就当完工咯，解决掉3000多户欠水的问题。水道头甲准开洗物件，这站有水通用的民众是真不少。新竹县江南乡特工用水量6500吨。即摆因为头前溪抗旱严重，剩1000栋左右，造成当地水也无够，对顶个月开始出现欠水状况。都时常停水啊，用水也不够，水都对啊，前一阵子都时常停水啊。停水太多天会造成大家很不便，像洗澡啊、煮饭啊都没办法。为了解决欠水问题，自来水公司紧急对竹东、竹北调度水。而且按算对宝山水库抽一条新的管线过来支援，上紧4月底得使完工。又要从宝山这个系统再增加一个支援点到琼岭地区。那这个工程我们大概预计最近大概会已经在编制预算当中预计在我们4月底以前会把它赶完那目前宝山跟宝2水库的总共加起来蓄水量大概只剩下500万吨那因为现在持续的天候不佳降雨有限那宝山水库像昨天进水量大概只有4万吨上下但是一天供出去的水大概要20万吨那这个未来我们也期望说大家尽量来遵节用水期待这一波春雨能够降下来来到水库的水量强要打底，新竹地区宝山甲保利水库水量逐天拢创下历史新低。自来水公司讲，即马干那会当祈求天公伯啊紧落雨，欠水问题才有法度赶紧解决。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讲到最近这阵啊，高丽菜是大出。过年进前，产地介绍是对10公斤10块，达到近只有剩5块尔尔。有真侪农民是规气讲，放在遐卖做，安尼是做无够成本。云林县政府的农业处也拍拼招企业来买，今早起有着民间企业用较好的介绍买5000箱，拢总有10万公斤的高丽菜，希望协助农民渡过难关。这载农民来到田里采收高丽菜。但受到气候稳定、生长好，高丽菜价格为过年前每公斤10块，大概无增加剩5块。有农民放弃收成，但嘛有农民真唔甘这品质好的高丽菜去收。现在透过温管府农业处，威胁印刷企业来领购5000箱。我们你看这边一半就已经800箱了吧？对啊，你看这边还有很多田都放掉，都连个都没有人收啊。采收可能会赔钱，那不采收看得很难过，那至少要维持菜农的基本收益本来是预计买2000箱，后来又加码到5000箱，10万公斤。温管府农业处表示，根据农粮署的资料估计，这波高丽菜价介绍会至少到4月初，目前农业处积极找企业来配合。已经成功买下县内高丽菜700多吨，但县内县内将要进入往来产季，
买进杀出异国平台，要来帮助往来果农。再来就会将我们的凤梨也推销到新加坡去那其他积极在美可的还有日本这些国家，我们都希望把我们更优质的这些凤梨也能够卖出去。那除了国内的团散个人的这个团购，那还有就是加工嘛有官表示，今年国内经济往来大约400多公顷，大约为4月份到6月份是盛产期，但因为这波影响，提早要透过原年良品的异国平台，让消费者来买原年的往来，希望透过各方面的管道来行销，帮助原年农民，嘛让消费者会当食到上鲜、美味的农产。记者为报道。伫咧南投国姓乡北港村有一丛300年的加冬树，若对树洞看出去，会当看到一个台湾地图的形，吸引真侪游客去遐行踏。不过地主却烦恼讲，这新木会受到破坏，最近用铁网围起来，有真侪民众是无都挖进去欣赏，感觉真无彩。嘉东乡新木的树坑会当看见台湾，实在是足稀奇的。平常时吸引游客来观光，最近地主用铁围篱将老树围起来，游客感觉真无彩。最好是能把矮化靠近一点，不要人家接近就好。拍不到啊！没有拍不到啊，这样是有没有觉得很那个？可惜。游客表示，300年的老樟树非常无简单，阁会当透过树坑看到台湾造型。伫附近做生意的头家讲，地主的做法对当地的观光造成足大的影响。后尾阮是有甲诉求，甲拜托，甲参详，讲无落迄台湾有无做者模式性，互人去袂着安尼吼，莫离遐远，即摆离遐远，阮就实在无法度去。地主表示，因为游客想要翕相。常常爬起伫树顶，围起来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老树。我就是要保护老树俩，不要被破坏，让世世代代还在这个地球上还可以看到这棵老树。他们就是为了要照相嘛，有的还跑进那个洞内啊。我们会继续的来跟他以最大的诚意来跟他沟通。来跟他协调。为着要保护老树，搁发展观光，乡长表示希望会当甲地主协调，找出一个圆满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句话号做大西顶一半，这个顶就是阿拉丁的顶，代表讲伫咧婚林大西，才有超过一半西顶的乡亲，因为祖先拢是对阿拉伯来的穆斯林。海口故事屋透过一系列穆斯林文化展览，还佫活动，还佫有举办营队，要互在地人了解到这段特别的根源。婚林大西遮有超过半数的乡亲姓丁，因的祖先就是来自阿拉伯的穆斯林。为着要让愈侪人更加了解这段过去，也佫有认捌伊斯兰教的文化，海口故事屋自旧年底开始，就甲伫台湾定居20档的印度穆斯林穆哈德做伙来开设展览，佮举办营队，带囡仔做伙来体验无共款的文化。阿拉伯人问我，然后我会跟他问好，这样伊斯兰教的文化跟精神。我有学到阿拉伯语，说你好，我会很期待后面的课程。阿雷库，阿雷库。除了教这囡仔阿拉伯的语言甲文字，互因体验穿穆斯林的服装，穆哈德嘛透过真侪故事来传达友好父母、回馈社会的道理，也佫利用射箭帮助这囡仔培养专注力。一些故事就是让他们帮助我们的父母亲，帮助社会。我们是用射箭的方式，怎么专心射到我们的目标。觉得这个机会还蛮难得的，就近体验阿拉伯的文化。透过这3个月以来的伊斯兰文化展览，也有各种相关的活动，成功让愈侪在地人了解到家己的根源，嘛更较接近台湾人甲伊斯兰文化之间的距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最近的经济表现，有影是真硬迫。根据着美国智库因公布着2021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当中，咱台湾伫咧184个经济体内面排第6名，甲去年来比是进步5名，也是这27年来上界好的成绩。出口会继续真旺，主计总处进前表示，大幅上修2021年台湾经济成长率到4.64%，创近7年来新高的水准。不少上班族也有转职的想法，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有超过70%上班族计划伫年后换头路。在英文这方面是特别的加分，薪水的部分的话，也有谈到就是加薪的
一个程度。在科技业来说，真材是明显职缺有释出非常多，像是我们的晶圆代工龙头，他自己本身从来是没有接受过私立科大生，也是在今年首度破天荒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就在国内景气好转的同时，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2021经济自由度指数。台湾伫184个经济体当中排名第6名，总体得分是78.6分，比去年大幅提升5名，创这指标发布27年来上好的成绩。经济自由度指数是以法律制度、政府规模、监管效率、甲市场开放4大面向，甲亚太财产权、贸易自由这12项指标做评比。其中台湾伫廉政政府、租税负担分数增加上明显。按过伫劳动市场评分却只有60.4分，主要是台湾人口老化，哪里欠缺这精神。在台湾念书念完了，没有办法取得在台湾的工作证。那对外国人到台湾的工作，有最低薪资的门槛的规定，表面上是保护本国劳工的市场但实际上是阻碍高级劳工到台湾来定居或是移入的一个管制。针对人口老化甲哪里欠缺，郭发奎表示，政府真重视人口问题，已经推动政策强化劳动力结构，提悬中高龄就业者措施来做应用。记者综合报道。西滨快速道路日前因为大篷雾发生连环车祸，高公局也特别公告全台湾容易大篷的路段，也提醒民众讲要特别注意。这是拜四早起7点半，告诉人开车经过国道1号南口路段，行车记录器所录的情形。迄当阵因为大篷雾看袂啥清楚，因为大篷雾的季节来啊，高公局特别公告全国道容易大篷雾的路段，包括国道1号内湖、南口、三义、西螺、新营等地；国道3号的七道、龙潭关西、中部的南投、南部的田寮等路段。国道5号比那加国道6号的雾峰，也是容易大篷雾影响的路段。气象局在我们高速公路上面去设置所谓的这个侦测器，那也会侦测浓雾。那目前已经完成24座，我们预计在今年4月底之前可以这个增加到36座。高公局讲，目前甲气象局合作建立能见度侦测系统。若是路段的能见度无到300公尺，会随着国道沿线的电子看板显示天气无好的警示，也提醒用路人就要开雾灯。万一若是真正看袂清楚，要减速，就近去国道休困站或者是路交流道离开国道。气象专家讲，伫最近确实是容易大篷雾的季节。拜六因为方面来，全台湾的落雨。落雨时阵，较看袂清楚，驾驶人要特别注意。最容易出现浓雾的季节，其实就在我们的春天大概就是从这个2月中旬、3月，乃至一直到这个4月是台湾浓雾好发的一个季节。9号、10号之后，整个系统慢慢比较明显的回南风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要比较留意浓雾的现象。专家讲，伫拜六受到方面的影响。中部以北温度会降5度，全台湾落雨的情形会一直到后礼拜2、后礼拜3天气转好。如果会是透早容易大蒙雾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每一个人拢是10月怀胎，妈妈疼腹肠所生落来的。身心障碍者要人做人父母养饲后一代需求。身心障碍联盟制作身心障碍怀胎手册，提供予因伫咧有生期间爱注意啥物，要安怎找找资源，也是国内头一本以身障者做主体，了解怀胎自身的手册。伫手册顶悬清楚写讲，身障者有生了后爱做啥物准备，信息是真丰富。这是身心障碍联盟出版的身心障碍者有心的手册，针对视觉、听觉、心智，也有行动不便等等有心的身障者，提供详细注意事项。就是希望说，让更多有志成家跟怀孕的身心障碍者能更了解国家的资源在哪里，他可以做些什么。更重要的是，怀孕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是需要周围所有的人一起去做支援。它是一本非常完整，我相信一定可以来给我们的身心障碍者朋友们能够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跟协助。
联盟强调讲，台湾18岁以上的新长者超过7成有生囝，不过新长者因为生理甲心理的状况，需要咨询还有服务是真无简单。嘛强调讲，这本手册是国内头一本以新长者为主体，小解有新相关资讯的手册，帮助因伫有新的期间，应该注意什么代志，还有安怎寻求资源。听到妈妈他们可能会假设知道说。孩子哭了，我听不到怎么办？那谁能支援我？我觉得帮助蛮大。例如说，它里面有一些对于我们会遇到的情境，或者是该准备什么，它其实有明确的去说明。联盟嘛表示，这本手册的出版敢若是一个开始。今年嘛计划编制新生障碍者育儿手册，希望这个手册会当互准备要有心，或者是已经有心的新障者，互因更较侪信心，还有方向。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拢认为讲宫庙是比较传统的，不过即摆有一位少年人号做陈鸿辉，伊使用台语文设计真侪晚近生活的文案，正做宫庙宣传，搁再透过网络社群平台，互信仰和社会议题产生关联。投票箱和添油香，非洲地质议题，也有挂水案预防新冠肺炎。用生活化的方式宣传各种重大议题，这个文宣创作者拢是这位伫传统宫庙做网络社群编辑的陈鸿辉。比如讲 Facebook 的面顶有足侪少年人，因可能各种社团或者是讲同温站、同温层，因会讨论一寡社会议题。我感觉这若是以庙宇的角度的立场来去宣传这款价值的话，我感觉是袂歹的。陈鸿辉讲，一般人看到新名单，拢感觉内底会有变身啊。伊希望用参一般庙宇较无共的宣传方式，互大众知影，地方的新名单对社会嘛是真关心。尤其伊嘛发现，真侪少年人想要来参与，虽然为台语袂练长，甲传统文化接袂起来。有一天，这囡仔若袂晓台语，伊要重新来学这个发咒的时阵，也足痛苦的。所以中段会当来推广台语，互大家慢慢找回这个兴趣，去甲这个文化继续甲伊传落去安尼。这阵庙宇甲台语文引起注意，但其实伫古早时代，真侪宫庙有咧架册。另外，真侪庙口的歌戏表演，并到彩绘，冇真深的教育意义。咱伫个电影里，咱会使看到庙宇一定有做这个顶头，顶头就是传统表演艺术。基本上庙宇伊就是一个文化中心，教你这个美术的物件，伊教你传统表演艺术的工课安尼，所以如果其甲即摆，伊拢有一个足深的这个教育的意义伫遐。历史悠久的民间信仰，要安怎甲顶一代经验和新一代活力合做伙？少年辈用新时代的方式，将传统文化、本土语言放来网络顶，成功引起讨论。记者杨淑晴、曾佩文、谢桂林新北市报道。少年人咧讲的 BL 是啥物咧 ？BL 就是 Boys Love， 这个文化是对日本漫画来的，是以女性的角度去幻想查甫人之间的同性爱情，甚至 BL 文化伫泰国也有电视剧伫咧拍，聘请上界情的艺人来搬，伫咧咱台湾也有影音平台开钱制作 BL 戏剧，甚至有台湾本土 BL 漫画内容搬上剧场的舞台。进场都要填实名制 ，QR code 或者纸本都可以，填完之后来找我入场。今年举办的台北国际动漫节，为着配合防疫，全港的歌曲暗徛名字，为着现场的优惠，不论排队排偌久，民众嘛甘愿。其中今年上映捌的漫画类型，就是《BL 男性之爱》。对，就是这一部。如果30岁还是处男，似乎就能成为魔法师。就是他在串流平台上，目前就收视是最好的一部。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拍成真人版的电影上市。对少女漫画延伸出来的 BL 创作，讲的是画面水、剧情浪漫、往往超越现实的男性之爱。去年有真侪改编 BL 漫画甲小说的戏出电影抢红起来。台湾原来有剧场制作团队看到 BL 的商机。是啊，而且这是怎么一回事？成立2年外，制作公司这回改编台湾漫画画家的作品。雨水是上天给大地的恩惠哦。剧情内底有土地公、牛头马面、甲虎爷等等的元素，嘛因为离演出无偌济时间，赶紧排练。BL 这个市场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经济
经济能力这样，但就是台湾就比较少人去有点算是涉入这一块这样。日本身为 BL 文化发源地，经过几纳十年发展，网界衍生商品像小说、电动戏剧等等，嘛进一步带动影视产业的发展。台湾虽然起步较晚，不过 BL 市场长期发展未来也值得期待。记者卢阿君、吴文良台北报道。下晡晡天气情况，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19度到25度，中部地区对22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5度，离岛地区对13度到2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的暗时7点，咱再相会。